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话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世界需要古印度丰富的智慧。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佛教与现代科学对话。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0周年庆典。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指出，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权归西藏人民所有。驻北美代表在美国北安普敦市呼吁支持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瑞士外长向中国外交部长提出西藏、新疆与香港的人权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在会见参与古印度智慧课程的印度各高校学生时强调，古印度知识可以带给我们内心的平静，现代教育则可以给我们带来物质的发展，而两者结合则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25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接见30多名来自印度不同大学的印藏学生时，就古印度智慧为主题进行了开示。达赖喇嘛尊者在开示时谈到他的人生使命时指出，我认为古印度的智慧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角色。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印度智慧已教导我们如何提升第6意识方面的知识。因此，印度应该带头以物质为主的现代教育体系中融入古印度知识对心灵情绪的逻辑性培析，从而利益大众。尊者在当天还向印藏学生重申了他坚定的信念，即印度有机会和能力复兴这样一个为世人带来内在力量与和平的传统，并感谢达兰萨拉政府学院向上述学生提供了有关古印度智慧为主题的课程。本周三10月3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宫顶内出席了美国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举办的对话活动，同世界各国的科学界和专业领域的学者们以慈悲、互赖、转换为议题展开了对话。尊者在对话活动上致辞时指出，源自印度那兰陀传承佛法的独特之处是提倡提问精神，不会在没有经过逻辑验证的情况下就盲目接受他人的言论观点。那兰陀传承总是问为什么，甚至对佛陀的教言也会提出质疑并进行验证。尊者强调，为了开发人类的杰出智慧，必须学会质疑为什么。人们应该避免凡事不问原问，不经过审视就全盘接受。尊者认为，这就是那兰陀佛法能够与现代科学研究精神并行的特质。尊者赞扬心灵与生命研究协会为佛教徒与科学家会面创造条件，并强调尊者自己应该还能再活跃10年、15年，甚至20年，为这一对话活动做出贡献。此次心灵与生命对话活动为期2天。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任苏珊·鲍布尔、南非的临床心理学家及社会科学家庞拉·格多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大卫·斯连特、美国大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等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对话活动。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10月2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出席了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0周年庆典。在赞叹西藏先辈留下丰富的佛法与藏语文等珍贵文化的同时，呼吁身处自由国度的藏人作为境内同胞的代表，努力维护和发扬西藏宗教和传统文化。10月29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隆重庆祝了该学院成立60周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了庆典。达赖喇嘛尊者在庆典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回顾西藏历史上的3位国王对西藏丰富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所做出的贡献。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讲述了藏人流亡初期成为难民的苦难，以及藏人如何通过倾心劳作
和坚韧的毅力，在流亡中建立一个有韧性的社区。呼吁身处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们，作为境内同胞的代表，努力地保护和继承西藏传统文化。在谈到西藏难民的独特地位时，尊者表示，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流亡，我们就无法向世界传播我们的佛教哲学、理论和丰富的知识。一方面，我们不幸成为难民，而另一方面，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学习和实践我们宗教以及维护我们身份的国家里。达赖喇嘛尊者最后总结说，中国政府是依靠武力和枪支的力量来进行斗争，而藏人的斗争是基于真理和正义。因此，从长远的利益来看，武力不会长久。藏人在武力上虽无法与中国抗衡，但是藏人拥有真理作为后盾。因此，请不要灰心，同时保持希望。而我现在84岁了，期待再活10到15年，我将尽我所能为西藏付出努力。我也相信你们所有人都将如此。因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的邀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先生及其随行的代表团于上周日10月27号到访印北达兰萨拉，并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领导人，并且出席了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和国际西藏研讨会。布朗贝克大使在抵达达兰萨拉时，出席了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举行的欢迎宴会。提到他此次访问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特别是向中国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即美国政府支持西藏人民。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传佛教转世体系在转世问题方面的角色。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和藏传佛教领袖们的事务，而不属于个人、政府或团体。10月28号早晨，布朗贝克大使在达兰萨拉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在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长达1小时的会谈后，参观了在达兰萨拉举办的首届国际西藏表演艺术大会及西藏戏剧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布朗贝克大使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针对西藏境内的人权和宗教自由，特别是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方面，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关切，并强调西藏人民和达赖喇嘛尊者本人是转世问题方面唯一的权威。布朗贝克大使进一步指出，西藏的佛教徒和所有其他宗教信仰都应能够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选择教育和追随其宗教领袖。西藏佛教领袖对转世问题不仅影响到藏人，也影响到整个佛教界。因此，藏传佛教领袖的选任应由达赖喇嘛尊者、西藏佛教领袖和西藏人民决定。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谈到西藏首屈一指的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0周年的政治意义时说，从1959年初开始，中国对西藏的占领是在破坏藏人身份和文化的基础上。司政强调，过去的60年中，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及全球各国政府的支持下，被中共摧毁的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艺术和医学在流亡中得以复兴。即使在西藏境内，藏传佛教在个人和社会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复兴。因此，司政罗桑桑格赞扬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在60年的岁月里，为了复兴西藏文化和实现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成为成功的典范。司政强调，在西藏境内的局势非常严峻的时刻，我们非常感谢本届大会的各国学者对西藏的关注与支持，并鼓励你们分享关于西藏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以及讨论为了如何将西藏丰富的学术和知识保护及发扬光大。
此次为期3天的国际西藏表演艺术大会，由著名西藏历史学家达兰萨拉阿尼妈钦西藏研究中心主任扎西次仁召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和西藏戏剧与表演艺术学院共同主办。本周二10月29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访问西藏人民议会，并与正副议长就西藏境内正在恶化的紧张局势，以及藏人自焚抗议中共当局的压迫性政策和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破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仁为了向美国民选代表介绍西藏的严峻局势，于上周三10月23号访问了美国北安普敦市和马萨诸塞州阿莫斯特市，并会见两市政要，呼吁当地政要支持2019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当天，代表欧洲次仁参访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参议员爱德华·马基斯的办公室，感谢他们为2019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提供支持，并拜访美国北安普敦市和阿莫斯特市议会，呼吁各地政要支持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代表欧洲次仁此次还会见了美国北安普敦市市长及该市特别代表理查德·尼尔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呼吁共同支持2019年的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当天下午，代表欧洲次仁还前往马萨诸塞州阿莫斯特市议会进行参访，向该市议长成员通报了西藏境内的整体局势，特别是北美藏人的情况。代表欧洲次仁感谢阿莫斯特市议长对当地藏人协会的慷慨支持，并呼吁进一步了解达赖喇嘛尊者倡议的世俗论理学习计划。与此同时，上周三10月23号，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制作的名为《阳光下的土地：流亡藏人的故事》纪录片，在第15届年度新亚洲电影跨界电影节上首映。这部名为《阳光下的土地：流亡藏人的故事》的纪录片，由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制作，流亡藏人索南茨丹执导。影片根据4个藏人主角的日常生活为背景，讲述了藏人流亡国外的经历、理想和成就，以及讲述了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在各自的有生之年能够返回雪域西藏和家人团聚。应邀出席首映典礼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仁在发言时，赞扬影片对西藏人民和本民族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对民族的热情和对国家的希望，这些都与藏人行政中央的执政政策和愿景息息相关。这部电影的导演流亡藏人索南茨丹也在首映会上指出，电影的紧随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英明领导下，藏人行政中央带领流亡藏人走向成功之路的故事。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瑞士外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于上周二在首都伯尔尼举行的中瑞第2轮部长级战略对话会上，提出了对西藏、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的关切。当地时间10月22号，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首都伯尔尼共同主持了中瑞第2轮外长级战略对话会。双方就双边合作、人权和多边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对话活动上谈到人权问题时，提出了对当前香港局势的关切，并表达了瑞士对少数群体，特别是西藏和新疆等少数群体人权问题的担忧。不过，中国外长对于瑞士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仍保持沉默。卡西斯外长还强调，关于人权问题的双边讨论和多边倡议是相辅相成的工具。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